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論天國，路加福音13章18至21節，耶穌說：神的國好像什麼？我拿什麼來比較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種，有人拿去種在園子裏，長大成樹，天上的飛鳥宿在它的枝上。又說：我拿什麼來比神的國呢？好比麵酵，有婦人拿來藏在三斗麵裏，直等全團都發起來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。耶穌用兩個比喻說明天國係乜嘢呢？一，好似芥菜種長大成樹；二，好似麵酵從隱藏到全團發起嚟。芥菜種係自然落喺土裏，抑或有人栽種呢？麵酵係自然落喺三斗麵裏，抑或係有人放入去呢？芥菜種成樹之後會點樣呢？麵酵發成全團之後又會點樣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耶穌直接話呢兩個比喻都係用嚟解釋天國嘅。問題係天國嘅乜嘢呢？芥菜種係有人栽種嘅。麵酵係有人放入三斗麵裏，種子中最小嘅芥菜種長成之後變成比種樹都要大嘅樹，小小嘅麵酵卻能對全團嘅麵粉帶嚟影響。呢個比喻一般嘅解釋係指到天國起初係比較微小嘅，但最終卻會擴展變大。發麵團嘅比喻則係強調天國嘅影響力係巨大嘅。但根據前文後理，主耶穌喺路加福音13章一直都喺度討論虛偽嘅信徒，又指責宗教狂熱分子盲守律法係上帝所憎惡嘅。因此，亦有解經家提出另一個解釋，指比喻中嘅飛鳥喺舊約常被視為不潔嘅，因為天上嘅飛鳥食屍首，常被先知引用作為神審判嘅預表。而酵常被代表作罪，獻素祭嘅時候所作嘅餅唔可以有酵，因此呢個比喻亦可能係指信徒群體中，或者指現在嘅教會對罪嘅容忍，將罪隱藏。呢個係十分具破壞力嘅事情。一點點嘅罪喺教會中蔓延，後來會使教會成為可咒詛嘅，成為全團敗壞嘅。不過，如果我哋採用天國將會擴張同顯明嘅解釋，又點樣呼應上文呢？呢個可能係耶穌俾真信徒嘅安慰同應許。雖然現今世代邪惡，好多人聲稱信神，卻係虛偽嘅。真正嘅信徒好似變成邊緣群體，冇影響力。但耶穌用呢個比喻話俾我哋知，呢個唔係終局。原來真正嘅信徒係芥菜種，係麵酵，喺神嘅掌管下，最終會變成巨大，會改變世界。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煮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